今天是不是要去趟蔓草？明天有一个图书订货会，要忙一整天。那我不是有一天都见不到你？也就一天而已。是24小时，1440分钟，86400秒，我连1秒都……要怎么陪我？你想要怎么陪？过来，好。抱抱。说了要拍给季秋看的吗？给他看什么？不是说为了要画漫画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漫画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你呢，也要多为自己一点。放心吧，思琪她没这么脆弱。他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最关键的，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做就好。其实，在知道思琪就是这件事之前，我觉得他的才华应该在其他地方会有更好的发挥，待在我这儿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但现在知道他喜欢你，所以事情变得复杂了。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迟钝了，要不是今天季秋告诉我，对其他人迟钝没关系，对我一个人敏感就好了。对了，季秋，我不会让他再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女朋友了，她在，不方便亲热。等我一下。嗯。我来吧。哎呦呦哎呦！那我就回去了。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就这样，小孩子嘛你。下次继续。他是你未婚妻。